三项花园水稻博物馆占地辽阔，加上应有多样化植物，除了古迹以外，也孕育出丰富的生态。根据调查，敢若是鸟类就超过40种，这内底也包含保育类菱角鸮、凤头苍蝇等珍禽。26号上午，工作人员伫比馆罗汉松头前的草地上发现一只小菱角鸮。博物馆人员烦恼的意外发生，就先将这只 baby 菱角鸮抓起来安置。好可爱哟！在园区里面发现猫头鹰，那我们园区工作人员到的时候，就发现说原来这是一只菱角鸮。那比较有趣的是，它到的时候居然还在打瞌睡。那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有相同的经验，因为去年就有菱角鸮降落在我们园区里面，所以说我们马上把它安置起来，用纸箱装着，然后去询问相关专业的人士。在我们初步的判断下，它是非常健康的，所以说到傍晚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安置在这个树洞里面，等待它的鸟妈妈回来接它。台南市野生动物保育协会总干事曾义硕指出，现在正是菱角鸮幼鸟仔乌背时期，有当时会发现坠落的幼鸟仔，也因为外形古锥，常常有民众想要家己饲，但如此一来，不但会让伊失去野生能力，无容易存活，而且猫头鹰是保育类动物。民众千万唔通擅自使用，经过查核，会当以动保法开罚6万到30万的罚金。民众若是有发现菱角鸮幼鸟啊，还是要通知农业局等相关单位来处理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你看能不能放？